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给你流去跳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差最难满意，脱下比衫的谁来爱彼来比？迄昨晚风势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？风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落落。用下等等枪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伊卷世学生狠狠听书，摕赞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笔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梦色。耶！谢谢。差没啦！哎呦，都问他死啦，惨啊！哎呦，惨的，死嘞，死鬼呢！用完啦！这单身派对的事情，本这是甲敌的啦。根就唔是攀嘞，攀还要攀啊！还唔会攀，你对阿马街。哎，要平攀啦，惨！这是甲讲哦，几来攀。还是，我要去。你这样来哈？哦，你会做嘛？哦，唔會做，你嘅鞋下盤。講嬲你啦，幾用乜電咯？啊，叫佢攀到用笨啦。哎呦，啱啲啦，我哋阿清鏡吼，叫佢向外做嘅神神狀。我係啷講啊？做嘅成全裝吼，行下吼，佢冇很做嘅人魚公主裝，你就慘你啦。是的，我喊他慘啦，你好，不要，没有啦。给地球暖化懂其惨。地球暖化，给南极、北极嘅冰沙做下用槍槍。啥？冰沙做下用槍槍咧。节能减碳救地球。那个为啥呢？只有人也着去用危机意识，哎用就好嘞。錯啦，也係吼，因愛有嘅觀念啦。錯啦，我提吼，去甲開始做戲啦。错，人着讲的错，而提起家开始做起。按有印象，嘅婚礼应该要做者传达环保概念呢。錯。你係清醒嘅，清醒嘅。真嘅啊，嘅小樂嘅想法吼，一溜里都行鐵眼條錢哦。我一起出来。慢行啊！假使吼，單身派對嘅事情啊，本小樂堂頭，你就啲馬該按到凄慘。幾衰物啊！人哋比喊得慘，我喊唔啲嘅傑西卡，我變出乜嘅發錯咧。按真強加做乜嘢啊？阿年手。做嘅少。壓啲，壓啲。快点啊！给我认真的想那么久，想没有东西，快点！外太空，有美丽的星光，还有浩瀚的银河，还有太空人啊！好浪漫啊！所以你们是要新郎跟新娘，还有伴娘跟伴郎一起穿着太空装出来敬酒吗？那样是不是很丑啊？
分不清楚谁是谁啊。所以本案不通过，给我重新想，重新想。快点，给我想。埃及，广大的沙漠，还有高大的金字塔，还有木乃伊。啊？所以是要新郎跟新娘全身捆绷带就对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很丑？所以呢？本案不通过。没错，给我重新来想。想个主题，如果有这么简单，我有必要头痛这么多天吗？赶快给我用力想，用力想，用力想，用力！想什么啊？婚礼的主题啦，婚礼的主题哦，正好我刚好想到一个。你们看看人家小乐，搞不好人家小乐想的比较特别啦。快说，我们可以结合环保的概念啊。哎，这是在办婚礼，不是在办游行呢。当然是婚礼呀，环保婚礼，你们不觉得很赞吗？对啊。天哪，这哪里有客家特色啊？哦，你们一个给我出馊主意，还胡说八道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安静思考。哎，不会，什么馊主意啊？环保是现在最夯的话题耶。对啊，是你自己想不出来，我们才帮你想哎。对啊，我们是好心帮你耶，自己想不出来还怪我们。这样以后不帮你了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真的想不到嘛。时间这么紧迫了，我一点想法都没有，要怎么办呢？好啦，对不起啦，我不知道你压力这么大。对啊，你一定可以的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对啊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还有我们啊。你们，我们真的会帮你想。对，我刚刚说的都是气话，我会帮你。我也会帮你啦，我也会啦，我们跟你站在一起的。那还不快点帮我想，赶快给我坐下，坐下，快点，把椅子给我坐下来。现在开始给我想，你，海滩，入来，水族馆去，讲学院风，我不要用啊，你讲花博不要了，太现代啊，动物园，我不要，来，电影院，快点，中国风不要，大陆人，韩风，哎，这个不错，考虑。啊？东西做嘛乱标啊，咩唔整理一下？哦，唔記得嘞咩？媽呀，唔可以啊！你係咪冇想哎呦，還要 T 恤啦，就要得到 T 恤筒啊，唔用到揀phòng做嘛噶？誒，唔記得嘞咩？哦，係，有黃太過佢帶奶啊！你大概就唔記得老天父管體啦，答應哦，都要老天管動多拜呢。好啦，啲啦，哎，媽呀，我請下嘅老大嘅姊妹朋友嚟，我排先。有糖來講花冇啊，都帶恩來講幾道邊，唔知我記得。哦，好，我啲，我會記得好冇？講幾道巴邊下拜誒。好，我啲咧，我談到咧，我會記得，哎，好冇？哎，你啦，阿叔喺嗰邊攀樣辦啊？講到書會哦，我根本照老記講，做得用嘅環保概念當做主題，其實無嘅啊，我看佢壓力動態呢。哎呀，就結婚聽聽，咩啊都發錯咗嘛噶？姐，婚禮啦環保做得加強下啊，就像唔打紙炮誒。唔打紙炮要搶結婚，唔要得就係咩嘅以為冇誒，係咪我眼冇噶？姐無啦，我哪有安用想，我就咩想去人家婚禮裝好來啊。唔要得，已經就按到啦。好，幫我見下來。哎呦，冇嘢啊，係幫我見下啲。
了下咧，做得去，啊，香姨这边哈，给咱摸洗洗啊，啊，个迄面啊，轻轻啊，足足啊，哈，不用轻松的哈，好，记得帮爸爸，爸爸会记得哈，下哈。OK 哈。爸，钱用的啦。这啊？怕迄要结婚的，就要爱用吧。啊，健康唔妈买啊，冇抢球。走吧，走吧，下坡。冯姨，阿香姨，阿香姨啊，你用印提给些东西啊？心情好就是的。俺呀，还真就好啦，一起写心情怎么好啊？俺嘛爱困快，一起写心情就好呀。不是是的。好啊。唔爱呀，对。人家在安用，啊，看嘞好羡慕哦。羡慕？嘿，头结婚啊，我们才羡慕你嘞。人家在唔知，条爸冇感觉，要他知道阿听冇那用心。伊啊，那个事情啊，都唔要人来听上，也经营啊看到去，硬看硬反。我在想，那嘿唔嘿唔适合结婚？你也应该哦，係暫時嘅，結咗婚哦，自然就好咧。結婚我有乜個改變啊？結咗婚哦，佢就係人嘅不可能啊，唔係人嘅細賴朋友，看法就冇相樣嘅。我行係唔知嘅。唉，唔知道佢冇識怕係佢冇講聽。佢做嘅哦，全都係為因為唔係假嘅不可能啊，故所唔應該哦，用不可能嘅眼光來看佢。唉，你就會知啊，係嗰條唔知道做唔得原諒嘅事情哦，做唔好就做得軟咧。因為哦。唔愛老去鄉下14年，結到滴滴答答，所以人嘅嘛解啊？阿爹，玉芳姐，今天恭喜你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哦，就想到结婚的事情，很烦啊。哎呀，你一定是结婚恐惧症啦！你应该是把婚姻想得太复杂了啦。其实夫妻相处很容易的。那我该怎么做？很简单啊，老婆说的话永远是对的。如果老婆说错啊，一定是你听错，绝对不会是老婆说错。如果老婆做错啊，一定是你看错，绝对不会是老婆做错。如果老婆没有错，你也没有错，那一定是别人的错啊。这样懂了吗？反正啊，老婆永远都不会错，懂了吗 ？OK？ 哦 ，OK， 很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先走喽，拜拜。慢走。拜托啦！哎呦，老爹单身派对唔乱用，反正蒙面是奸淫嘞。冇得用诶，挺好啊！那你刚玩牌啊，结局黑，老少咸宜，男女通吃，大家都爱。
你看老少咸宜都出来了，还有什么单身派对啦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你们在说些什么？你问他啦，他把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派对给毁了。哎，那有按两钟。毁了。啊天哪！我说呢，这个男人结婚前呐，最重要的可不是纵情于玩乐，而是要做一些这个有意义的事情。还要上课，拜托，都几岁的人，几个男人挤在那边一起上课。上课。阿天，这个呢？你的最后单身成长 party 啊，这个派对里头呢，我帮你安排了这个两性关系啦，婚姻压力的消除啦，还有终极的夫妻相处之道。天哪！真是太实用了。See， 那种花而不实的表演呢，完全没有必要。我还特别准备了这个两性关系呀、婚姻关系这些影片哦，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欣赏。弟呀！影片之后呢，还会举行一个小型的座談会。座談会里头啊，你可以百无禁忌，畅所欲言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。救命啊！那走，这是个。是的。谢谢你，我现在才发现你是我真正的朋友。这些对我来说非常的实用。总算有你了解我苦心。给上完课可以有一些娱乐吗？ Absolutely， 一个好的 project 啊，当然就会面面俱到啊。当然啦，座談會過後啊，我就安排嘅有獎徵答啦、摸彩發通啦，保證獎品豐富，人人有獎。啊，那奖品可以换成钢管舞女郎吗？阿天，你自己去吗？我可能不能参加了，我确定不能参加了。阿天，不好意思啊，明年把你做到一场的。菜谱当细个，用的根本人还哪会洗啊？无见遐头那无好诶。姑嫂，唔迄真经上洗哈。哎呦，我迄心情动乱，想请公法听听啦。用呀。哎，搓，哎。哎呦，我结婚呢，还乱嘛个啊？还没就该阿听，讲嘛个去参加最后单身成长派对啊！啊！你看派对那一天样，你松有样过，都很荒唐。嘛，这荒唐听听啦，叫人都荒淫无度。哎呦！啊，你做得哦，莫爱本记去啊！你讲抢迄款片的听听，俺妹唔知讲嘛个。故意提开呀，甲种影片，去下头先来 Q 下看哦。哎呦，懂点强哦。错，很恶心，那想他。哎，我真认盘你啦，本来哦，没上来盘你。哎。阿田，这家警察，你要参加抓种法通啊？
阿条哦，平常是看起来就懂正经啊，用不按哟。嘿唔嘿搞错歹朋友啊？有你啥会啊？佮讲文炳老 Peter 没关系。文炳，养起来真老死啊！没想到吼，第年唔地信。嘿，早就知道跟 Peter 有问题啊！呀好，连阿条做本给的呆法哎。放下这贵恩对木去hen的。谁来某一张好东西？莫面到阿甜含迄本掠沙飞念到咧。冯姨姐啊，你呀好应该要动点阿条，莫本给按钮荒唐下去了。错，莫本没变成堕落三人组。不过阿条也建议动遮严格诶，佮要讲也派对无嘛加，迄讲俺每本机器听说又会严格，还无像这够吵的啦。俺迄头大阿天去好派哦。哎喏，应该要老给人动点的，莫本给人攀要欢迎的 party。放下这，莫要紧，迄莫开，俺开。好。你们请入上去啊！躺到某啊！莫啦事情免猜嘞！马盖啊，单身派对。错啊！阿天故意办单身派对很低哦。只会谁来结婚前办的最后单身派对啊？唔就一个 party 厅咩？哦，迄都无你杨天耀，近前夜单身派对都无拍点。贵餐的哪么你？请贵餐的什么你？大风点，穷下生酒，红阿娘不良影片，什么就跳脱衣舞，编辑嘛脱，过来住。酒后乱性。太古早咧，我去请阿姊动去。唔过，放下阿仔讲，莫上头甲阿天面架。文彪哦，你们要参加哦。啊！你还就去？哦，莫使啦，因为吼迄无够呀。错，再个请假，够较红诶。给请书会。我觉得啊哈，抬一顶花轿也不错。你看看，一顶花轿啊，这样子扛呀扛啊扛啊，晃啊晃啊扛啊扛，拱一拱，刚好拱到我家前面，多有面子，对不对？穿婚纱上花轿，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很奇怪吗？哟，那一波呀，就东西合并呗。阿哥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拜托你不要再出那个什么馊主意了啦。就是传统和现代结合没，我也是很认真在想啊。你还说，要不是你说要办那个什么哈嘎 kiss， 我也不用想破头啊。哎，妈严凤呐，那是阿兰记讲的呢，又不是我，怎么可以算到我头上？好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好了，请你喝咖啡。好啦10块钱而已。淑慧，跟我们走。要去哪里啊？阿天要去参加单身派，我们要阻止他。嘿呀嘿呀，我们要阻止一个罪恶的发生。难道他会做什么坏事吗？何止是坏事，单身趴根本就是罪恶的深渊。嘿呀嘿呀，会唤醒他们体内邪恶的本性。这种派对都会喝酒狂欢，还会找女的来跳脱衣舞，而且是一群女的跳脱衣舞，男的女的全部围在一起跳，然后男的就变成野兽，酒池肉林啊，美腿如林啊！这也玩得太离谱了吧！哇，简直是男人的天堂！吹过马盖。没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些男人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真的是太过分了。都要结婚了，
还这样子玩。对呀，要玩也要一起玩啊！这种事情怎么没有走过去？没有，俺意思是讲，这种事情呢，一定要阻止它发生。对，阿元叔，你总算说句人话了。走，我们去打倒一切罪恶。走。等下呀，老板，老板去。老板，怎么没声音啊？哦，没声音，用看的就好了呗。这个没声音，要我怎么看呢？我要退票，不然的话我就要去校监会告你。好，我去处理哈。我看你的杰西卡很上道嘛，准备的很周全呐，没有你想的那么惨呐。你现在是不是在跟我想一样的事情呢？并没有。哇，很会装嘛。你有没有看到我都准备好了？对，看清楚啊。准备什么啊？我现在给你一点提示。看我的衬衫。衬衫怎么了？衬衫没有洗。扣子，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的扣子没有扣吗？真的？你干嘛不扣扣子啊？嘿嘿，因为我用双面胶粘住了，这样等一下马上就可以上战场。走开啊！够了，够了。你不要太佩服我哦，你应该是很佩服我准备的很周全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样佩服我会让我开始骄傲呢。文炳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那就不要说，把话放在心里面，因为你说出来的话，我会更骄傲。文炳，其实派对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杰西卡还想到了我们想不到的玩法？哇哦！嗨，阿天，这个啊是等一下活动的 round down 啊，那这个等一下开始之前我会做个导论，准备好就进来啊。好。我准备好了。Peter，佢家下係唔係講話嘅導論啊？導論係啦，文炳啊，事情吼，咱有想無馬強用啊。這時間吼，迄只個櫃台嘅騙呢？騙呢？很日本很係有族嘅啊！哎呦！健康的婚姻哦，杰西卡吼，那个社会局家里懂都骗的啦。社会局？国税局嘞。国税局？哎呀，你讲吼，婚后啊，夫妻要合并申报所得税啦。好。还有啊，交通局。又老交通局有马上管。你讲吼，这市面这以下的生意吼，专门在抽了个差费的条钱啊。哦，哇，这条案件就有了。我哋这两间吼，按上爱，一家就有了吧？真嘅？佢讲吼，看记条吼，迄个度蜜月 visa， 一模了吼，一家就有了啦。哦？按用因讲起来，来唔到民宿度蜜月嘅，应该就请假就有了。干嘛讲？无聊啊，无聊就讲生人，我会做嘛？哦，姑嫂啊，我喊做唔得了那边，咪都太神奇哦。啊，错啦哈，亚哈嘅生育率啊，同大咧，度音飞啊嘅度蜜月嘅素材啊，係好高咧。姑嫂啊，唔
唔对，要坚持啊，坚持。原来啊，那跳摆是上错嘞，还得好好变做民族英雄，做唔得做个亡国王族的帮凶。错啦哈，唔对啊，要坚持亚洲的风格哈，按用啊台湾的生育率啊，怎么引来引过，按用你就做得做个民族英雄。唔错，你要做民族英雄。我要打10个。在你打10个之前，我们要先进去看健康的婚姻，爱先落起来。健康的婚姻。你们这些臭男生，统统给我滚出来！太过分了！看来应该是已经开始了。太过分了！太阳都还没下山，你就玩起来了，这太过分了啦！你们进去搜，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！走，走，走！哎呦，唔对哦，哎，老烧的啦，很紧烧哦。特别刚刚医生都冇款款。不然还想哦，等候搞，慢迪按摩了。哎有咩好啦？金毛鼻哦，夹着哦，莫乱咩？这是靠你真劲咩哈？然后单身派对变做婚姻讲座。唔过酒无了啊，我拢上头飞啊。哎呀，唔是慢的撑的下去。通讲啊文炳、老 Peter 都衰脱咧啊，将有阿甜 contact。不过我怀疑啊，阿用对家头咁友好。小妹阿姨，还有啦，阿添哥看睇咧，就让阿姊看过好新娘衫呢，也下吉良衫就当好当甜蜜呢。哦，唔过方玉阿姐身材刚好，刚学过啊。我老上半身改较细条诶。是讲哦，其实你按夹都讲过的呀，这条无聊一片呢，真挺友好诶。唔系骗的友好，真情按好电视台哦，当日播就唔会有婚姻嘅问题嘅啊。啊无咧。当然係2、3年愛戀對方，但因為哦對方改變，呀，真係脫離。小妹阿姨講有理呢，係個唔係真心愛對方，也唔會有要再改變咧。所以阿天係真心的啊，馮玉姬哦，很幸福哦。Qme。嘿，你朝他们一起谢啦！嘿啊，我爱哦，要天天健身。強下食啊，呢，我肚嘅哦，很油啊，來，小妹阿姨，你還講是當好事呢？當然呢，還有點酸甜嘅，米絲當好呢，喂，那剛剛有保險好券啊！還有那餅誒，咩當好食，來。哎呦，海的會吃太多麼啊？哎呦，一窗吃太多了呢。Qme，弄個嘿啦，一起謝，還愛你嘛一起謝。哎呀，哎呦，變態嘅喂啊！哎呦，唔對，鹹飛機叫就要笑咧。老於，對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体谅你的心情，就跑去跟他们参加那个什么单身派对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才要说对不起呢，我应该要相信你。
不应该乱想的。现在说清楚，以后就不会有误会了。嗯，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。顺顺利利。不知道淑慧的婚礼规划进行得如何？一想到我们就快要结婚了，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哎。可是我有点担心哎，如果没有准备好怎么办？没有准备好，还是要结婚啊！你休想用这个理由丢下我。风雨，我绝对不会丢下你，就算婚礼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会为你戴上戒指，把你紧紧的靠在身边一辈子。风雨 ，I love you。Me too。小倩跟依依的礼服还没拿给他们呢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拿过去。走吧。来看啦。Peter 下来先啦，下来先啦。真的。哎呦，文彪莫一挺头嘛，看过一些，看过一些。好，坐在，等落一点。好嘞。好，哎呦，等好，哎呦，那你冲嘛，好到了，好坐在，好，你坐在。好来啊。风雨啦，阿天要结婚，但是你呢，都同欢喜这个准备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唔盼得，不过又同想哦，看到风雨做新娘衫，变做一个强强的新娘。对人家来讲哦，一家人嘅喜事哦，就係大家人嘅喜事。希望一對新人哦，就像人講嘅，雙雙對對，萬年富貴。爸，怎么干？你好吃呢？挺好吃的。好啊，你食下慢点，晒晒掉了。是还忙点，滴。哎，乐乐，爸爸看下拉弓做得有章吗？我看一下。有啊，做得啊。做得啊，做得啊，你掂了。好。哎呀。阿爷。哎。哟，得好诶。啊，人讲还是有碟章。哎，做得啦，调完做得啦。做得哈。好。哎，小乐。阿姨，你要总扮演的不啦？哎，洗好嘞。哦，三梦，还拿去留档哦。好。哎。阿言呐。哎。这始终的碟哎呦啊，碟章来。啊，做唔得。没春联呢，碟章来。哦，要碟章啊。係啦。咁你點都碟啊？哦，安哥做碟嘛？做蔬菜碟好咧。做蔬菜碟，嘛做了。啊，較過碟。較過碟啦。這個過來啲。有哪？過來啲。哎呦，唔掂啦，唔較錢啦。好啦。哦。按咗啦嘛？哦，較過碟嘅嚇。按來。還有蔬菜碟，你話點樣食？哎呦。係啊。較大碟。呢邊咯。來睇你啦，我裝碟嘅。啊，呢個睇埋，我裝碟。來到呢碟，唔到嘅食飯，睇下這個碟。哦。冇問題。那可以啊，然後真係有細個。好，快啲。做得啊。較過碟呀。哦，較過碟。要蔬菜。要蔬菜。做蔬菜。做蔬菜。下杯碟。喂，幾大啊？這個當杯碟。我當我嚟面拉啦。這下杯碟。
看咧，俺面下看咧，多呀哟。当不得。大家梦定嘅好人呢，就會到誒。大家如哦無限恻差，就像阿燕哦提擺家妹嘅心情，就驚哦乃無準備好。哎，婆婆娘啊，哎，要表演來了。好，你兩度嘅門神喺度過啊，走唔走？按住這樣，這，按住這樣，文明啊。唔要，你嚟哈，黑亂事啊，你有點走埋啦。我是。生意哦。哎呦。係這樣，您太給我去揾你啦，太公爸嘛。按住這樣。第幾度啊？啊，第幾度？不要門神喺度好。好。哎，阿燕啊。喂。準備都差唔多咧，你還是你轉了哈。哦，按住這，按住這，好，按住這哦，聽聽啊。哎。也算是疲勞啊！咩唔多講，還作得呢。我也多年身材冇乜嘅變化。講嘅天人麼，引來引笑，又變拍了。也有乜嘅咯？也係啊，我有時按多些，真有辦法生出一種智慧的毛呢。也身西裝啊！係兩三結婚的時間買嘅，你哋個都還夾，這樣事啊，哪個做冇？你哋安尼啱啱嘅講，也總算啊，行過來。酷嘅你呢，捱過了，一下看到鳳儀結婚。我撐伊嘅屋卡冇按過。結婚啊，係人生啊，難我一直開始。我知道我親後面做得頭多，有冇呀？本是親都苦了啊。最 nice 啊，甜啊！我講嘅係真嘅呢。成花啦，做得安尼強強鬆鬆啊，無愁無慮啊，哎呦，也嘛係一種幸福啊，哦。哎呦。係唔係按叫 step 到啊？哦。做乜冇得得咧？係呀，哎呦，上尾我試到廿磅嘅嗬，又較皮哦。哎呦，我咩唔知啊，好點點變到動好食。哦。你都中年哦，冇按晒。哎呦，冇相干啦，就算啊，食到啊，太太口口變到歐巴桑，唔係喺我朋友，係咁樣我想啊。你懂事。哎，同夫，坐下來啊。哦。去哪去食？哦，係。水啊。我按用應試，係唔係有乜嘅問題啊？哦，頭擺阿妹啊，嗬，有糖尿病嘅時節嗬。半夜我放起來偷偷嘅食東西，冇有乜個糖尿病冇。我你做唔得咯，強我熱嗬，我帶人來醫院，可能也血糖尿嘅，跟還有乜個冇son爽嘅。按叫衝咖啡開，咖啡開呀？
来，坐低。上下眼神哦，一起来笑笑。笑哦。还没更年期啊？我是同人客讲哦，几张40吧，更年期就来诶，我还没按用啊。哎呦，我有几多少人按做就更年期？我妈妈是谈过讲嘛个更年期会变到当好色，健康就脾气变较快啊。我看心情还是当好啊。不过我嘅2张烟冇来诶。做嘛？不，2张烟冇来啊！哦，哎呦，强我我带去医院，顺便检查看啊，还没有神呢。有神？哼，唔变按久啊，嘛该都冇，来看。哦，冇了，一天来检查，看还没有诶。个验孕棒用脱嚟啊？我係睇真來買。水爺，水爺，田廣伯啊，拜託啊，莫講我失望啊！好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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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啦！来啊！对，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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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用讲掠只法野起来挺强的啦，我应该要用正经的法野起来较好。哎呦，冇涨啦，就杀就好了呀，你还有你清法哦。哎呀，我中到面冲人啦！我同讲啦，开法啊，那野的好啊，就可以增加现场的气氛哦。还有啊，野个时节啦，是唔得李演睇演，嘛是唔得。阿妹，阿姨，嘛是唔得李演睇啊，嘛是唔得李演睇剧，还有是唔得一度讲那面。好啦，做得会衰，田馆长有精神。俺哋都去研究手做嘅法，去問佢啥啦？係啊，結婚快樂，結婚快樂！好嘞！哎呀，好嘞，你酸痛的呐，哎呦。是唔得啦，俺哋好像排練嘅正常嘅 tempo。錯啊！俺哋兩大嘢腳步緊對唔到啦。哦。你兩隻對腳步有冇對得到？跟小倩然後你的身材差很多。小倩哪一鋪啊？阿姨你要行3鋪啊？錯。好啦，講少啦，做得會衰啦。田光陽方宇這隻加，又沒兩隻加，所以我黑眼圈。哎呦，不會怎麼造成？拿出來，拿出來。拿水，拿水。很搞，很搞。晚安。晚安。夾我！喂，他夾來哦！哈哈哈哈！幹嘛咁想？當場阿水班呢？有豬，不係車你冇啊？該掉啦！選啊！哪個2條線啊2條線哦，就是驗孕棒的2條線。嘿娜，你跳緊有啊？有神咧！有神啊！衝啊！唔好記，哪條開始喏？爸，我老記
也还无拄过开始的啦。张结婚也都总会讲，迄嘛叫基本。无，我可是没有爱我就。来，两台高起，漫游人初两三三三五三，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一，总袂叫你热手打招呼。三分一，总袂叫你热手打招呼。对面嘅三分一，总袂叫。